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大人爬山的时阵，一定要注意附近感受芳香。在宜兰打起月外坑水墙迄块地啊，昨昏有4个人去互芳定着，其中一个查某囡仔头型人无爽快。因若接到通报去救援的义消，嘛有2个人去互芳定着。加在这2个人去互医生看了后，是拢平安无代志。你不要拖纸，我妈给是个接的呀。我给你下去。消防人员轮流抱受伤的查某囡仔赶紧落山，拿安大的情绪。找地下道这个伙仔本来欢欢喜喜，要去外面去步步道耍，行到半路，敢若是惊动当地芳群，查某囡仔头被顶一大雷。我们经过的时候，可能蜜蜂就被我们打扰到了，所以就来攻我们，对，就有听到。大家当然是保护小孩为主。家长赶紧把囡仔带离开芳烧的所在，才发现头前有民众被顶着伤。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来现场，确认总共3个大人，1个囡仔受伤，也有2位赶来救援的义消也被顶着。因为芳群也搁伫咧好军杯，掠芳人也赶来现场处理芳烧，6个人送医了也拢无大碍。我们有听到有人说上面有蜂窝，但是他描述的地点，我们已经处理掉了。但是我们经过的时候，就是在路边的一棵树上会有一个蜂窝。芳的尖正大枝，用目睭就看甲正清楚。经过农业处猎芳专业人员确认，是性地正歹的中华大虎头芳。消防局提醒民众，热天是芳群甲蛇类活动较热的季节。民众若去爬山，尽量穿浅色的衫裤，莫喷芳水。若真正无说离去拄着芳烧，上好是细路行，避免被叮着。记者综合报道。在台14架线清境农场往武岭镇的所在，昨昏是常常发生崩山，规个车路全咧袂通，上山甲落山拢总大塞车。公路总局是赶紧派大型的机具，在昨昏下晡3点半甲路拍互通，目前是已经恢复通行。古南镇老关的土石直接对山壁崩落来，大路规拢无到过。台14架线18.7公里的所在，7日早起发生崩山情形，旧路山双向交通拢中断，因为崩落的所在就是对清境农场要去合欢山武岭亭的路段。大雨拄着休热头一摆啦，真侪人上山要去佚佗的计划也被迫来改期。我在告示牌里面看到，今天合欢山18K 的地方有坍方，那个落石坍方了，哇，影响我的整个行程，还可能下一次再来了。南投警方讲，礼拜发生崩山情形，互上山落山游客拢真无方便，加在无人因此受伤。第一时间也甲吹风到群众的路段甲封起来。花莲警方是伫合欢山游客中心周边疏导车流，不过因为假日山顶人车多，交通是大拍夹。因道路坍方落石，暂时中断。埔里公路段已派遣机具前来抢通，派遣空拍机勘查。本次边坡坍方范围高度约37公尺，宽度约15公尺，坍方数量为500立方公尺。研判为近日午后山区强降雨，导致边坡含水量饱和，造成坍方。本段将立即进场办理抢修作业，确保道路通行安全。埔里干务段除了赶紧派大型的机具上山来抢通，也协调警方发矿泉水，也有饼予等待落山的民众。落石阻断这个段路大约是15公尺，加在崩落范围并无扩大。礼拜下晡3点半已经先初步抢通，并且由干务段人员伫现场来解护，予民众甲车辆顺利落山。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台东县可能会透小风，天气是真烧热，都要避免掉沙。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台湾各地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敢若有南部、东南部、偏湖甲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过到部分地区会落雷公雨，也若山区甲北部部分的所在可能会落大雨。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东可能会透火烧风，天气是真烧热。在云林县、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甲花莲、台东，是拢发布高温的警示，温度上悬有甲36度。提醒民众最大要会记加啉水，唔通掉沙。台南市昨昏是阁增加28个本土的天狗热，而且高雄嘛有1个是去台南感染到的。
目前台南甲高雄是拢伫咧做加强的检查，还有厨房啊水。因那云林即马嘛出现2例天狗热，还有另外10个个案是当地的确诊。较真个案，徛街附近真侪菜园啊，有真侪水桶，内底有卖酒的枇杷糖的幼糖，方法12块到15块。礼拜高雄新增加一个天狗热本土病例，是住伫凤山40几岁查甫人，可传染期活动地有凤山、小港、高山甲林武这行政区。赶紧来启动紧急的防治，也对个案徛街四周围来喷油啊，清除执行员。有个案在这边，所以也在个案前，我们已经动员志工全部这一区我们都有去扫清了。总共这样的话会有4例，4例都是有台南的旅游史、有足迹、有接触史，我们也都掌握。高雄市府讲，确诊者去过台南天狗热热点之一的东区工作，迄情形比甲台南互相收的人是相款，研判也是台南互相收的感染传过来。而台南礼拜搁再新增加28例，总计达到158例。这2天办理天狗热防疫热区的清理，也是清出1758公斤的废弃物，310几个垃圾的执行员。卫福部请专家伫台南驻点，因为传染的途径毋是人传人，会甲人甲枇杷糖区隔防治最快来取代开设专责的病房。目前我们有派出的机动防疫队已经有派出107组，有225人次。云林县里也新增加2例天狗热病例，是一对翁仔某，活动所在大埔伫徛街甲附近的竹笋仔园。发现登革热的确诊案例有2例那疑似的案例有10例。官府对着可疑热点扩大防治，不过除了这2个人，也有10例疑似案例，除了成立天狗热防治小组，也设立快速检查站，希望提前发现个案来进行防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教育部发布上新学生人数预测的资料，9月份入学大学1年的学生会敢若剩19万1000人，而且所落来16个学年会以平均3400人速度来减少，估计113学年度大学生的人数会伫咧90万人以下，到118学年敢若剩76万。咱来看联合报，今年国校的专任教师开的课是大大增加。六都国校一般的教师就招超过1500个人，这是这5年来头一届增加1倍以上，而且几个县市的录取率是真罕见，超过1成。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 ，T-Pass 交通月票7月初1实施。虽然交通部讲运作是真顺利，不过代替甲机场坐运，因为爱另外行专用道，所以也是出现不少问题。今仔日是实施了后的头一个上班日。代替的批是平真案来应用。另外，根据代替的公告，使用 T-Pass 坐火车，若是拄到满分，是无法度下用目前代替的电子票证满分赔偿规定。边境地款条例7月初1实施，这是政府压插棒的另外一个措施。不少民众希望厝价会当降价，因若有房产专家是认为讲。边境贷款条例加上中央银行新的一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拢会让今年下半年的房市是无啥加压。工地内面工人真无闲，砍刀机一直伫咧挖地基，国内新建案也阁一直伫咧起。因过房市调查机构的统计发现，今年第2季房市观望的气氛真明显，厝也是无好卖。像北台湾第2季也阁伫咧销售的建案1188个，甲去年同期比年增幅超过2成。到6月底，北台湾也阁伫咧销售的建案数量上最是中立，果然是桃园、大园、淡水冠军。大园客货园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埔特区。那因为最近一些就是低总价的产品比较好销售，所以也会看到有蛮多新价的出现。去年地方选举跟今年的329档期都有各一波的推案潮，新旧案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明显。平均地权条例修正司法7月初1正式实施，影响上大的是有售厝禁止转约换售，一个司法人买厝将会采取司法制定5大措施。专家讲，法案自确定处罚到实施，过差不多1年半，房市早就已经提前反应。除了投资客提前落车，买企业自去年底开始求售，影响较大的除了买有售厝的民众以外，进前买一寡老厝买整合中间的建商，若整合失败，就来厝在5年了才会当卖。
预售屋未来都不能再转售了。未来呢，老屋重建的量呢，我们预期全台湾啊，在最近上路1年内，整体的重建量呢，至少会萎缩50%以上。那萎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法人，因为他购买住宅要采许可制，他买老屋的话，手续变得非常的繁复。业者认为，平均贷款条例实施会加紧央行新一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就是特定区域自然人第2户限定贷7成，今年下半年房市的买气可能也是无好，可能就要等到明年房市才有反弹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在美国马里兰州是爆发大规模的枪击案，造成2个人死亡，28个人受伤，而且至少有2个嫌犯。不过目前是还未抓到人。警方讲，在地警力的卡手无够，枪案发生的时阵，迄个所在敢若有7个警察负责巡逻。巴尔的摩布鲁克林区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现场，天光了，现场已经有封锁线，会当想到迄人阵枪声响、正当行凶的情形。警方是透早饭点12点半左右接到几路件报案，南巴尔的摩布鲁克林社区一个无得到核准的几路派对，至少2个嫌犯向证人开枪，30个人着枪。现场就以18岁女性死亡，20岁男性送医了不幸死亡，受伤的人年纪13到32岁。Multiple victims. Suffering from gunshot wounds. Our detectives are currently working an extensive crime scene. I want those who are responsible to hear me very clearly. We will not stop until we find you, and we will find you. Until then, I hope with every single breath that you take, that you think about the lives that you took. 警方希望民众会当提供线索。当局也正伫咧调查，警方是当时知影有这个派对，抑个伫咧枪击发生进前，附近深受警察。马里兰州的州长摩尔讲，政府已经对枪击暴力无法度搁忍受啊，将会提供援助。巴尔的摩市警察同业会表示，这件案件发生迄当阵，警力就甲普通市共款拢无够。以前每一个巡逻班有20几位警察，即马只敢若剩一半。巴尔的摩市即马欠700位警察，因指责前局长无作为，每礼拜拢有人辞职，希望市长史考特赶紧补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咱来看，伫西非长街海岸一个大都市，有一栋高级的社区大楼当伫施工，不过那像是因为有偷工减料，这栋大楼是熊放弃。伫工地内底工人一时是走袂离，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建筑放弃的所在，用要变作平地，怪手伫现场一直咧清除土石堆，继续找找是毋是阁有人活咧。非洲国家西岸海岸的经济大城阿比尚的一个高级社区，当地人咧起一栋60楼高的建筑，初一出发生起到一半的建筑熊放落来。Depuis à 11h57, un coup, on a entendu un craquement. Et puis bon, l'immeuble s'est effondré, c'est dans ça, dans la précipitation, on a commencé à s'échapper. Il y avait des jeunes aussi qui étaient venus faire du manœuvrage. Eux aussi, ils ont réussi à s'enfuir. Bon, après ça, bon, moi, c'est dans la fuite. Moi, il a sauté au-dessus de la moto. Je suis tombé par derrière là-bas. C'est là que je me suis fait une entorse. 工地建筑放落来，互搭咧施工的工人行到四界走。有看到人表示，无到45秒钟，大楼就完全放落来。有工人阁因为未赴逃生死亡。消防人员接到消息了后，紧急赶到现场救援，阁一直搜索土石堆，甲受伤的人送病院治疗。Le bilan provisoire est de 9 victimes transportées dans les chutes de crocodile et engrais et 7 décédés. Pour l'instant, c'est 60% des gravats qui ont été déplacés et à présent les recherches se poursuivent. 因为当地有总统府甲真侪国家的大使馆，嘛是真靠真侪港口城市，有真侪违法的建筑。这个施工技术是建商用无合格的建筑材料，造成伫一直落雨了后发生结构问题放弃。去年2月到3月期间，都有真小型的2个建筑放弃的状况，造成13个人死亡。关于新闻台是董编译。推特的执行长马斯克因为一寡企业利用推特大量的文章来研发做 AI， 即马推特是定出临时的限制，用户的身份若是有经过认证，小号有蓝色的勾仔，一天上济会当看到1万篇的文章，若无就干那会当看到1000篇。不过，这个新的规定是引起不少用户的抗议。
拍开社交平台推特，开始看亲友追踪对象发表的文，是真侪欧美甲日本、韩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也毋过暂时推特的执行长马斯克宣布设置临时限制阅读量。马斯克在伊伫家己的小号宣布，即时开始，经过验证的小号，嘛就是有纳色的狗的小号，每一天只会当看6000个推文；而无验证的小号，逐工是600个。其他无验证的新小号，会当看到的数量袂当超过300个。这个新规定真紧就引起网友的反弹，有人家己做图片，要求会当看更较侪推文，更有人用歌手曹承彦的歌曲歌词，你打咧夺走我的生活来考试马斯克的新规定。因为过去马斯克捌对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等人工智慧科技公司表达不满，认为这个公司利用推特的资料训练语言模型，伊表示有上百个甚至是更较侪机构，打咧大量掠取推特的数据，因此影响到用户的体验，才决定做限制。也毋过伊嘛一直放宽限制看推文的数量，最后分别达到有认证的使用者增加到1万条，无验证的旧用户1000条，甲无验证的新用户500条的限制。而且因为看过伊的新规定，甲转推量、回应数量一直增加之下，伊嘛家己考试家己的推文创下浏览量的记录。而对于这个临时限制，马斯克暂时嘛无说明限制期限要到什么时阵。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即马真侪民众伫咧厝内拢会饲动物伴，亲像德古犬这种面型较短、鼻仔毛毛的狗仔，看落是食古水。毋过因为鼻仔结构的关系，互因喘气袂顺，而且行无2-3步就会喘鼻涕，对健康造成真大危害。荷兰伫2019年的时阵禁止人工甲这种狗仔拍种了后，最近阁要提案修法，要来禁止民众未来袂当阁饲这种动物伴。美伫主人脚边的法国斗牛犬艾比今年2岁无有食古水，因为严重的呼吸问题，行无偌济路就喘鼻涕。经过电脑断层相关检查了后，伊被送入手术室，准备接受扩鼻的手术。Walk around to 40 minutes or half an hour, and after that she get tired. 斗牛犬扁片底面食古水，啊，毋过这个特点，互伊喘气真无顺利，最后出现健康问题。伫荷兰的乌特勒兹动物病院，常常收治这种的狗病人。So the issue with these brachycephalic dogs, it means short face, right? And the face is so short that all the tissues that have to fit inside don't fit anymore. And that means that breathing is more difficult to get the air in. But also the ears are abnormally developed and very narrow. The teeth don't fit together, so they get a lot of problems there. And often there's too much skin with hairs that can poke into the eyes as well. 医师将艾比的鼻仔扩张增大呼吸道，手术结束了后，艾比恢复活力，喘气明显较顺利。虽然目前的医术应改善斗牛犬先天的生理结构状况，不过医师仍然对宠物近亲育种产生的健康问题提出警告。The more pure they are, it means that more and more of the same line has been used, and that can create a lot of problems. So outcross, where you us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ype of dog, a mixed breed is often much healthier, correct? 医师也建议饲亲像斗牛犬这种狗仔，除了自身兽医师，上好用亲目睭看因的爸母的模样。The puppies themselves are always shorter face, so they always look cute and very nice. But it's very difficult to predict how long the nose is going to be. Yeah, so it's best if you can see the parents. 荷兰农业甲自然部门已经提限，未来会禁止饲有危害健康的特定的宠物，也免公开展示这宠物的相片图像，已经互人饲的狗无伫这限制，希望因保障动物甲主人的权益。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日本，即嘛是准备要甲福岛的核废水排落海底。香港就放调讲，因要扩大禁止进口福岛的海产。因为韩国受真侪民众惊辐射的污染，是烧济买海盐，也有鱼捕这食品，倒来厝林顿。住伫首尔附近郊区的李小姐，拍算甲新买的海盐装入去罐仔内。听讲日本拍算甲130万吨用来处理福岛核灾的核废水排入大海。趁海洋还未互污染进前，李小姐是一口气买5公斤的海盐，还有滚大菜和鱼捕这食品，因为伊爱为2个囡仔健康来想。 엄마가 미역도 사고 소금도 좀 샀고 그리고 김도 샀고
했으니까 안전하게 먹을 수 있을 때 엄마 많이 먹게 해줄게. 많이 먹어. 전복 더 줄까? 알았어. 李小姐囤一大箱的海产大货，伊讲真想要搁买一个冰箱，加买一个海产来冷冻。毋那李小姐有这个想法，上好藏的海盐，最近伫个南韩超市已经拢红抢了。오늘 가는 천일염 소금 사러 왔거든요. 근데 오늘 없네요. 저번에도 왔었고 오늘 또 왔는데 또 없어요. 다음에 또 와야 되겠고 또 걱정되는 건 就因为卖甲欠货，最近南韩盐的价小比2个月前是起27%，逼政府逐工拢会提45吨的盐出来。渔产部门嘛讲，会斟酌去看盐场的辐射物敢毋称悬。另外，食爱食日本海产的香港，有关当局已经放话讲，若日本真正甲核废水排入大海，会禁止福岛和附近地区的海产进口。Although we are prepared to take whatever actions required, still. We sincerely hope that Japan can find alternative way to deal with their sea wastewater. 香港伫福岛核灾发生了后，已经禁止进口当地的蔬果和牛奶类的制品，那连海产嘛拢袂当入去。当地的餐厅和进口业者嘛会受到冲击。但是有厂商讲，伊嘛是会当对西班牙、法国和澳洲这所在找到代替的货，消费者毋免烦恼。我是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法国一个非裔青少年因为拒绝临检去互警察枪杀，引发连续5天全国的暴动。警方第5天甲719个人抓起来。那互枪杀的少年家伊的亲人讲，希望暴动会当赶紧动点，互社会恢复平静。来关心瑞典政府今仔日谴责伫咧首都斯德哥尔摩上大警的清真寺烧可兰经的行为，因讲这种举动是伫咧起诉。那伊拉克、科威特，还有阿拉伯大公联合大公国、摩洛哥等等的国家，拢召见瑞典的大使，就烧可兰经的事件来表达抗议。来看美国国会两院最近要审议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众议院的部分依然是真积极提出修正案，其中有关台湾的部分有甲34项，包括军事、外交，还有经济。还有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军演，为台湾设战备物资等等。报道。政治消息，咱来看2024年总统大选，3个候选人今嘛是继续争取支持。罗强调讲，民进党的表现是比马政府较好，要用政绩来救票。那民众党郭文哲是讲要互台湾做美中沟通的管道。另外，进前反对核废料国民党侯友宜，伊是搁一届强调讲，若是有经过评估，伊赞成核一厂重新启动。现场伫活动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出席国民党总统甲台北市立委参选人造势大会，又参与即届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共台活动。而韩国瑜原定要参加车里的造势大会，却是临时解散回拿来定义，引发外界联想。不过侯友宜伫此时搁再推出另外的议题，讲一场应搁再启动就启动。在核二，我们也希望能够延役；核三能够延役；核一我们要考虑一样。我们能够经过专家评估以后，我们能够延役，能够再启动，我们再启动。支持者唔惊天气真热，就是要来参加新动力醒来台湾协员会成立大会，要来支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而赖清德意思是讲到，伫登记照顾、用理甲学费补助，民进党政府拢这个比马政府也较好，拜托大家用这政绩到3天邮票。蔡英文总统当选了后，这7、8年来，民进党政府比较起来做较济嘛，做较好嘛，拜托大家去投票，用成绩来投票。最好的选择。现场一直花口号声，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选伫台中举办中区选特之友会成立大会，第时时暗问口说，国民党甲民进党也是拍传统的动员选战，杨贵也讲到美中台3方的关系，台湾应该真做美国甲中国沟通的桥梁。大概中美对抗的局势是已经形成，而且大概未来的10几年应当都是这样。我们也希望说，台湾是一个中美沟通的桥梁，而不应当是一个中美对抗的一个棋子。
选战愈来愈激烈，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除了政治的攻防，也推出政见，要来抢攻选票，优先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有关交通的消息。今年1月份到4月份为止，因为车祸死亡的人都有1039个人。行伫路面发生交通事故的是增加了上济，也若食酒骑奥多摆的案件，即嘛愈来愈济。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去年交通事故有52万多件，健保的支出是超过66亿5千万，创下新高的纪录。这嘛显示咱国交通的问题要爱改善。车停伫咧路口已经青灯也唔行，路边的民众发现驾驶趴伫咧行道路顶头，随报警。警方到现场发现车内规个拢是酒味。原来这个姓陈的驾驶前一暗可能食饭啉酒，啉到透早2点外，过一醒了又搁出门上班，无想到讲还搁伫咧醉，酒测台超过标准，比依照公共危险罪以上。交通部上新的大案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死亡人数又搁比去年同期增加。观察骑奥多摆、四大人，抑搁啉酒开车、加行路人的事故，拢比去年增加。因若医疗医所也伫咧医疗事故现场发现到，去年因为抑搁伫咧疫情中，民众较少坐大众运输工具，家己骑车、甲开车、私人运具事故有明显的增加。在疫情这3年来讲的话，那因为民众使用这个一般的汽机车的频率提高，而导致这个风险交通事故的风险也跟着提高。车祸事故增加，健保署统计，去年52万多件交通事故，总医疗费用创新高。因为健保规定，交通事故的医疗费用就要10万以上，才能向产险公司代为求偿。无达到标准是由健保给付。去年就支出超过66亿，是史上新高。甲7年前比，已经增加要加1倍。不管它的健保的赔偿的金额多少，理论上，商业保险公司都应该全额赔偿。好，那我们认为是说，健保署跟那个金管会的保险局应该要更好的沟通。私立医疗医所协会呼吁，伫咧物价即马愈来愈悬，医疗费用也愈来愈贵，健保的财务阁正严，建议会当向下修正交通事故代为求偿的标准，互产险公司来给付。因过源头也是回归到政府做好交通管理，降低死伤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伫咧苗栗头份，有民众去互一个违规正向骑奥多摆，骑去伫人行道的外送员去压着，而且这个外送员一个出代志就随选去，现场无监视器翕到这个外送员的车牌，所以目前是也无法度找人。警方嘛提醒民众，人行道是袂当骑车甲驶车的。若无上当，会罚款1800块。林姓是驾顺港金行，则拄伊顶仔卡踏去哩人行道，一台外送机车就颠倒向位伊面头前骑过。林姓是行一个停落来，身躯嘛去外送箱弄到，造成腰部红肿。不过外送员第一时间煞无认为家己唔对。他在前面一点的位置停下来，然后第一时间他反过来，算责怪吗？就是他反过来讲说。还有其他车子也违停啊，怎么样的？然后我当下就拿出手机准备要报警，然后往那边走过去。对，走过去之后，他直接骑走。林姓是相当生气，伊认为台湾交通虽然规划无完善，加上民众对于轻微的交通违规已经真习惯，不过人行道原本就袂使骑车，要违规伫咧人行道顶悬骑车，就应该搁较注意行人。何况弄到人也搁无认错。林姓是讲。伊的伤真行为被提出告诉，但是希望大家加重视行人的路权。骑乘汽机车，请勿违规行驶人行道，违者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依规处罚。警方表示，该路段的店家监视器拢倒喺顶仔卡，无法度翕到迄台外送机车的车牌。不过，汽机车行驶人行道，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上悬会使罚1800块。呼吁民众遵守法规，维护行人的路权。记者苗栗综合报道。来关心合库金矿的董事长林谦浩，伊上任无到2礼拜时间，昨昏若像是因为急性肝衰竭来过身。有医师讲，急性肝衰竭致死率有甲8成，若是发现皮肤也是目睭的白人变黄黄，都要赶紧去医生看。
合口径控银行新任董事长林强豪，这多上任不到2礼拜，传出技术民保式肝炎，截至透早过新享受64岁。医师表示，俗称的民保式肝炎其实就是急性肝衰竭，肝细胞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致使失去排毒代谢功能，若不及时治疗，致死率高达8成。当这肝脏衰竭的时候，这细胞大量死亡，它就没有办法去承担这样子的工作。当这些重要的我们生理的功能无法达到的时候，很快的就会进展到最后，就是到肝衰竭这个程度。医师指出，造成急性肝衰竭有几项原因，常常看到的是 B 型肝炎引起的病毒性肝炎，另外乌白食草药、加偏方、加过度食葡萄糖等乙酰氨酚等药物，那造成毒性代谢物无法度排出。第二看到的症状是无力、会忝、眼白黄、地色丢等。肝组织损伤若佫较厉害，会产生黄疸，严重会出现肝性脑病变、昏迷甚至死亡，要赶紧换肝才能换命。我们肝脏的细胞也许已经坏死超过1半以上了，这时候就暗示着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肝脏，也就是肝脏移植的评估，才能度过这个难关。医师强调，急性肝衰竭虽然恐怖，不过是用预防甲及早治疗。比如 B 型、C 型肝炎大患者，应该定期追踪监测肝功能，避免强用针头。恰冷恰风，唔通食酒过量，出现黄疸、腹肚胀大、意识无清楚，爱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生育率佫再创下新高，去年出世的红婴仔敢若13万人左右。而且这几年，红婴仔死亡率有加悬的现象，平均1,000个红婴仔都有2.8个无法度活到满月。在亚洲是已经比日本也有韩国较济啊。台湾新生儿科医学会呼吁政府都要改善儿童医疗，来降低红婴仔的死亡率。台湾新生儿人数去年只个那13万8千多人，创历史新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新生儿医学会上新的调查发现，台湾唔但是新生儿人数少，新生儿死亡率也正高，平均每1,000个新生儿就2.8个无法度活过满月，更到4.5个有可能伫咧5岁进前死亡。伫亚洲是比日本甲韩国拢加正多，其中出世第0天死亡的新生儿就占3成。我们第0天的死亡是源于周产期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疾病是占最多数，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那个妊娠长短，那所谓的我们的早产儿这一件事情，那所以这两大的一个主因造成我们的第0天死亡是都比日韩都来得高。医生讲，新生儿死亡原因，上天然看到的是早产加体重伤过轻，过来就是先天性器官结构加染色体异常。尤其最近这几年，台湾妇女大部分拢较晚结婚、较晚生，人工sinh殖加多胞胎有新的个案也增加，这种是早产的危险因素。另外，也会防止新生儿趴在困的时阵死亡。过去有许多的父母认为说，趴睡可以让小孩子的头型比较好。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如果造成那个新生儿猝死，那这个才真的是非常不值得。司随员讲，国内新生儿死亡率偏高的主要原因是遗传加基因突变，会加强产前体检来做经验。医生也提醒讲，高龄产妇的胎儿早产加流产的机会相对较悬，所以鼓励想要生囡仔的女性，将要把握34岁进前的黄金生育期，唔但能降低妈妈得到高危险灵性合并症的风险，也能确保囡仔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在花莲倒溪乡，昨昏有民众发现一只台湾乌熊，那就是去踏到山猪条的陷阱，全咧掉伫遐。目前已经有把这只乌熊送去治疗，但若复原了后，就会野放。礼拜早起8点半，林务局花莲林管处接到通报，伫倒溪山溪海拔差不多900公尺，一个私人的嘉碧农园边啊，有乌熊掉伫咧陷阱内面。相关单位随做29人的乌熊救援小组进行救援。经过检视，是一只84公斤成年的公熊，肚边前骹盘关节因为和套索啊剥掉的，规个正起来，不过并无开放性的空嘴，肿头啊也无长。野原兽医师伫咧现场进行清创手术，结果后送到台东地上的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暂时留意观察伊的伤势。花莲县政府呼吁农民防止野生动物破坏农作物，唔通用叶啊或者是山猪条。
会当用有电木器的电网，若是会当防治台湾米猴，会当当山猪、山羌、甲台湾乌熊等野生动物入侵农园，破坏农作物。县政府按照设置面积的比例，会补助资财费3/4。若是无水利去掠到，或者是伤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只要随通报协助救援，就袂被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伫个德鲁古国家公园内底，一间绿色业者最近发现讲，有一只龟会爬入去因饭店的大厅。经过调查，才发现讲，这是一种强要断种的一级保育类的动物——赤尾龟。因为赤尾龟并不是在地山区的动物，台管处就怀疑讲，可能是有人饲的乌白掠去啊蛋。饭店的员工看监视器，看到大厅竟然有一只龟伫咧遐爬，本来就是人客袂记走的，调监视器才发现是家己爬入来。调了当天的就是录影带，他从这个地方开始爬行，然后爬到这里。我们笑称说他是来做 check-in 的。本来就是这只龟是附近山拿来，验过送去台管处了，才发现是一只即要绝种的一级保育动物茶瓜龟。因为太鲁阁并不是茶瓜龟的栖地，所以怀疑是有人炸来。我们历年来从成立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关柴棺龟的记录。那我们很高度的怀疑，这应该是有民众放生或者是弃养。茶瓜龟是杂食性，因为栖地甲人类活动的区域真侪所在相塌，而且中国市场伫咧操作，所以盗人走私正严重，野外族群愈来愈少，需要保护。目前柴棺龟是属于一级的保育类，也就是濒临绝种的物种，所以民众如果有看到，不要把它捡拾带回家养，那是会有处罚的疑虑的。林务局强调，已经把茶瓜龟暂登记安置，经过检查，并无整片登记，但身体状况较好了，会找适当的所在野放。记者综合报道。即卖生态环境因为人为的开发，地处密布的栖地是愈来愈少。各国生态专家计划出野保厝，希望打造出适合因生态的环境。在云林水内野保生态馆，因收集全世界野保厝来办展览，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大家更加了解野保的生态。用茶做的厝建伫咧2米悬的所在，原来这毋是要互人住的厝，只是做好野保生态的好所在。云林水内黄金野保馆收集全世界无共款的野保厝来办展览，透过特别打造的人工厝，野保就会当加一道通休困。因为蝙蝠呢，它会居住的环境呢非常的多变，不同种蝙蝠呢，它会选择居住的环境就不一样。最常见的就是木头打造的蝙蝠屋之外呢，我们也有砖瓦式的，那甚至有一些麻布，甚至一些天然的叶子。甚至有一些国外的呢，是专门特地为蝙蝠打造的比较高级专业的冬眠式的蝙蝠屋。野保本地拢会住伫厝顶、棚空等所在，毋过受到环境开发的影响，野保通安心生态的所在是愈来愈少。生态馆的馆长表示，起厝互野保住，毋但会当帮助因通休书，野保阁会替人类食饭汤，就亲像野保做孙工换叶梅共款，1减2个。就是我们帮他盖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啊，邀请他来入住，然后他入住以后呢，晚上再出来帮我们吃掉一些老人的蚊子，所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邀请蝙蝠来打工换宿的一个概念哈。我们2023年的一个监测里面，黄金蝙蝠生态馆的周遭的这个村子里面，黄金蝙蝠的数量大约有40只上下了。今年的5到7月是野保生态季节，生态馆提醒民众，若伫徛喺附近看到野保，尽量莫去甲交叉。互因会当伫即个土地好好啊生活。若黄金野保馆的展览会一路展到9月底，若是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到云林水那耍一撮，就会了解野保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电风上头，咱来看伫个嘉义大拿，有糖厂，有兵营，交通嘛真利便。嘉义南华大学学生甲电风合作，设计实景解谜活动，互民众会当来遮哪佚佗，哪了解大埔拿的历史。民众伫火车站听实景解谜的题目，暗算等下要伫街仔路顶面找答案。设计这个活动的学生嘛做符合题目的打扮，希望互参与的人了解迄当阵的大埔拿。我来这边2年了，其实我对这边完全不熟，然后
他们安排的游戏其实很快就可以认识当地，要让他们更有氛围一点，就是打扮成大林早期的那个爹爹妈小姐这样。快1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大林的那个巷弄里面跑来跑去，就觉得说好像为这个地方做事很开心这样。大部分是家己县大南的具地号名，南华大学的学生因为学校社区参与的课程，设计免费的实景解谜活动，让参加的人会当透过线索店家的提示，亲身走访在地的历史。除了阿兵哥很多美女多，还有酒家多。那其实早期大林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啊，那用实境解谜的方式，大家简单去走访一下。互人来这佚佗，毋是讲安尼，就安尼看看尔，伊是会使搁较侪的机会，和在地人有互相有互动，安尼也会使分享交流。所以我感觉伊这是较深度的一个生活安尼。家己县的大南镇，因为过去的地理环境带动特殊的产业状况，少年人运用创意的方式，串联即卖的产业甲过去的历史，嘛替在地观光开发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台南的生活美学馆，当日咧举办一个展览，叫做翕相老生家，摄影80节开始，内底展示出5个8到10岁摄影师的作品，为无共款的艺术风格。会当看到咱台湾几10年来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大自然景致，也是生态，每张相片拢是艺术家眼中上水的光景。台南生活美学馆参台南文化局合办翕相老生角特展，展示5位摄影大师的经典作品。其中王定杰长期关心生态保育，民国81年乌bình拿杯予台湾人开枪事件引起各界关心。伊因为安尼决心记录乌bình拿杯的点点滴滴，坚持到今，伊希望会使洗清国际对台湾歹的印象。30年来花了不少钱，但是也为我们台湾当时枪杀黑面琵鹭的污点。有一点把它擦掉了，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人非常喜欢它。一个人有一个特别迄个特色吼，啊，甲创作的脉络吼，啊来甲揪出来啊，所以咯，5位虽然讲是5位无共款的艺术家，啊，你会看就正经5位人拢翕完全无共款的物件。特展以1930甲1940年出世的老生角为主，伫迄时阵翕相是足稀罕，洗相片步步拢是功夫。即摆数位时代，翕相颠倒变甲真普遍，展览丰富多元，嘛有摄影家用镜头记录疫情甲天高节喷药的实际情形，互大家进一步认捌台南。不只是一种视觉的效果，更是一种呈现作品的意涵。从现实进入超现实的内心世界。展览拢总有140件作品，这拢是因长期对故乡有真深的感情所翕落来的成果。展期到10月中，这场展览嘛等于是为今年11月的台南国际摄影节是做准备。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气候变迁对地球的环境是造成重大危害，尤其是伫咧热带地区，受到极端高温、酷旱，也佮有大水的侵蚀。伫泰国南部离首都10公里的一个渔村，因为海水的高度一直咧压悬，地处庄仔头渐渐河水淹起，是愈来愈侪人搬走，而且即马当地学校嘛面临收无学生的问题。囡仔拢坐落来啊，准备要上课，不过算算的，教室内面只有4个学生，因为愈来愈侪村民搬走，无久了，泰国这间小学就收袂到学生。มีเพื่อนๆก็หลายคนอยู่ครับก็มีประมาณพวก20-21 คนนะครับตอนนั้นหนูเรียนเด็กอนุบาลนะครับ这间小学是伫咧一个渔村内面，离首都曼谷才无到10公里。不过因为气候变迁，慢慢被海水淹去，而真侪村民搬走，险避气候灾难了。这么渔村内这个村差不多200人，全泰国差不多1100万人住伫咧沿海地区，大所在拢被水淹去。ไม่มีแล้วครับไม่มีแล้วเนื่องจากชุมชนเราหมดพื้นที่ที่จะถอยร่นแล้ว。村长真无奈，讲这1家子的时间，村内土地就被海水侵蚀甲村无偌济。联合国气候专家讲，30几年来，全世界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上悬到25公分，速度也搁伫咧加紧。热带地区影响上严重。泰国各地最近这几年受到气候问题困扰，今年就已经出现过几落变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若不是酷旱，就是做大水，每年交替侵蚀。
像这种情形已经出现伫咧真侪国家，面临减轻气候变迁的影响，是咱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从疫情爆发以来，真侪餐厅即嘛是拢改造，互人客家己用手机来点菜，毋但减少接触，嘛会当省骹手，而且会当减印一寡菜单。毋过，有民众要是未惯习即种数位化点菜方式，即嘛伫咧巴西，甚至连政府都出面，要求业者都要提供传统实体菜单，互人客看。巴西里约热内卢老在山坡街区圣特蕾莎街边的奥图小馆，将老店用入新科技，桌边有 QR code， 人客扫码点餐，真紧小烫台餐点就上到。另外一间团3代高美滋酒吧，态度地半价，请白写字的服务生快速传统老牌作风，业者坚持不用扫描科技，无拍算换，有图有字厚厚的菜单铺啊。面对时代演变，安怎点餐，人客拢有因介意的所在。O que você prefere? Eu prefiro o cardápio físico, antigo. Primeiro, porque deixa a gente longe do celular. O QR Code faz com que a gente traga o celular para a mesa e tem que ficar olhando no celular. Aí o celular vai te distrair para outra coisa. Eu prefiro o QR Code. Eu acho que é muito mais prático hoje em dia. Você consegue acessar pelo celular. Normalmente tem mais fotos. O cardápio acaba ficando muito antigo e as fotos às vezes nem existem. Então eu prefiro o QR Code porque você consegue. 对真侪业者来讲，电子菜单有伊的优势，和追求菜色创新变化更较简单。一项调查发现，巴西已经有38派餐厅用扫码数位菜单，有1/4的业者拍算对咧做。 Por exemplo, eu adicionei agora o cardápio comida japonesa. Se eu tivesse 50 cardápios físicos, eu teria que adequar 50 cardápios físicos. Então, o que é no digital, você vai ali, alguns minutinhos você fez. 里约酒的立法者烦恼全面数位化的世界，会失去对传统的尊重包容。最近通过一项法案，要求餐厅酒吧按回无智慧手机或者是无想要扫码顾客提供实体菜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镜头咱来看中国湖南，8年来因遐流传一种敢若有女性会当使用真神秘的文字，叫做女书。这嘛是全世界唯一一种女性的文字。在古早时代，女性会透过写女书，甲姊妹伴讲心内话。即嘛，这种文字已经强要消失，当地人是当积极要抢救这种文字。写出来字又长又雅，笔触正幼，用毛笔写出来这种正精细佮流美的文字，是中国湖南省江阴地区流传8年的女书。过去这个拿伫咧女性之间传承，有正神秘的色彩。Unlike Mandarin, Nushu is written in a rhombus shape. The characters are elongated, the lines are gracious like a woman. There are only 4 basic elements: dots, then vertical sloping, and arched lines. 专家认为，女书和农村的妇女会当表达因家己的观点，展现甲顶流阶级无同款的女性样貌。既唔着翁，大家达官苦读，翁死了无囝儿，这款被写来女书是伤心加痛苦的记录。 Once she taught me how to write it, I could teach it to my friends. We were very careful not to talk about our writing in public. The boys didn't know. 即马伫女书博物馆内面，除了用展览片来介绍女书，也继续替当地女学生上女书课。不过，虽然女书无过再是秘密，但是全中国有限这个6位女性被认为会当做女书的传承人。女书的传承也是有危机。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咱来看日本人是真爱哪看棒球哪啉酒。 所以，伫日本的棒球场，拢会请查某囡仔派15公斤重的酒桶伫卖秘鲁，而且世界甲球迷服务。这对查某囡仔的体力来讲是真吃力。不过，这嘛正做日本一种真特殊的文化。带大家做伙来看卖。伫东京上出名的野球球场东京巨蛋内面，球迷当伫看球看甲真热的时，边仔拢会有一种后壁排一个大卡棒的少年查某囡仔，四界行来行去。
因就是日本野球场一种真特别的文化，日语叫做乌力口，就是专门伫遐卖美女的小姐。日本人是出名的爱啉美女，一面看拍球，搁较是爱一面啉美女。这乌力口后壁排一桶地美女的桶仔，想要啉美女的人，只要下一个手，因就会马上用粉秤转一杯冰冰凉凉的美女，直接送到人客面头前。座りながらビール飲めるし、で売り子さんが売りにも来てくれるので、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です。这种特别的服务，就连外国球迷拢感觉真好。It's very convenient. It is. It's so easy. It's so fun. It's different in the U.S. in the sense that it's not on tap. It's not coming from a keg,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o cool that they do that here. 虽然对球迷来讲是真方便，但是其实这种乌力股的工作做起来并无简单。用喷枪的时，技术要真好，才袂互美女的泡抓出来。上重要的是，行路的速度要真紧，才会用在伫愈短的时间内卖愈侪杯美女互人客。お客様のところに早く行きたいので、周りに迷惑がかからないように早足で行動しています。这种排在身躯的美女桶仔，一个有15公斤重，一届的轮班至少爱换10几桶的美女。排这么重的桶仔，我爱用真紧的速度行来行去，对少年查某囡仔来讲，其实是真正力的工课。その3時間とか3時間半打った時はすごく肩も痛かったし、体力的に辛い部分はすごく感じました。虽然乌力股并无限定一定爱查某囡仔来做，但是自30-40年前开始，就拢是查某囡仔伫做这种工作，嘛变做日本野球场的一种特色。记者甘美恁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